多情，点点相相思。月人月人不嫌弃，因为想着你，爱情的恰恰袂当放袂记，心爱的倒位。就身边的人，是你。多情，点点相相思，月人月人不嫌弃，因为想着你，爱情的恰恰袂当放袂记，心爱的倒位。身边的人，是你。就身边的人，是你。你哪个是出来要创啥？无，我是看老剧的遐。我是看这阵这大人甲囡仔咧跳舞。吼，佫袂输敢若学校的一阵老师啊，带一个游子演的。你啥意思啦？无简单的，无简单哈。虽然人吼，但是卡底来讲，人高兴哈。你骂到你家己哦，你还无话落我你讲啊？你若落无人偌济啦，差不多一个耳仔尔，打下。我教我唱。不离个若像这个体格跳舞，伊上好看。哦，咱凭良心讲话。破数一摆迄手安尼。无啊，伊个腰甲迄个尻川，敢若会耍位安尼，敢若会耍位，敢若变。跳舞一定尻川爱耍位啊，对吧？我听到，对吧？迄边啊介绍讲，欢迎单小魂，迄两粒就先喷出来安尼。落尾过差不多3秒钟以后，尻川才底有着安尼，你看，3斤6巧呀。没，伊安尼也好，安尼也好，好加在伊安尼。来讲实在，伊今日伊若来讲体格吼，佮即个袂歹体格啦，咱袂使佮讲对遐落。对。歌佮唱了好，静静淡淡唱，无迄个味道，无迄个味道，无即块歌爱情的恰恰，
那这个歌互伊唱啊，真正有够哇，有够哇！哎，逐块歌嘛哇！伊的歌，迄个歹歌、死人歌，有唱着呢哇！哦，逐个拢妹妹我角角。唱了西洋歌啦。母乳，爱情的恰恰。母乳的历史我简单介绍你听。介绍我听。伊迄阵一工2000块尔。哇，可怜。 2000。嗯，来伫个高雄喜祥红歌厅。哦，迄阵阮拄啊伫南宝石移机过着做喜祥红歌厅。好。迄阵拄啊林双义介绍伊来唱。一工2000，迄阵人啥物人捌伫陈小云，遐毋捌。但是即个母乳一直甲唱，一直甲唱，唱到规个舞厅成轰动。哎呦，唱到人客去舞厅要找小姐，要找一个小魂啊！哦，起名来叫小魂。嘿，但是小魂啊，这有一个叫枯木，枯木就是小魂嘛，就是魂嘛。啊，尾啊叫来，哦，无，脚无迄长，叫唔对。安尼就知影讲，迄阵啊，舞厅母乳就穿起来，定下这陈小云歌坛的人生。哦，就是安尼穿起来。落尾爱情的恰恰。这个人我有感情，咱凭良心讲话，趁也趁袂少。啊，伊啥呢？有啦欠，硬死欠。伊怎啊买咧？都甲你讲这栋吼。趁来就先买楼就先订落，订落，伊这有呐钱有呐拍24个角的吼，拢生暗安尼，但是甲伊做伙迄个，甲伊做伙伫身躯边专门咧甲照顾，算敢若伊的这秘书啦，伊的秘书，头至尾看对应讲8-9年。一个人情袂歹，对伊敢若亲像姐妹安尼真好。尾你也看，一间1000多万，我送我迄个。那个宣传啊！我知影，我嘛来恁兜做恁兜的狗嘛。用手宣传呐。咱袂甲你抢，人伊看你囡仔人，咱毋敢甲你欺负，对毋对？因为人知影你有这伊家属，伊毋敢活来。你有功夫的人，你的脚我当举到遮的人嘛，人哪敢活来，对毋对？伊来我，你个踢一遍，内底穿短裤，不要紧。我也毋捌看人安尼这根踢袂着的咧，我也毋捌人看这根踢袂着的。你若真正去到欣赏，侥幸透早起床，洗面用骹洗，你捌？这有够白惨啊！这人吼，人这较细汉者，莫讲人家这细汉者，歌大家拢做好唱。是。有一次我跟他们同台啊，后台女歌星，大家拢 AA 啊，但是歌拢唱了好。伊一个陈莹洁、叶爱玲、张清芳、龙飘飘、白冰冰，拄好迄栋人包栋迄海波音的偌水开啊！小人国演唱会，包栋的跳一个遐破片劈破安尼，6个 A 啊那变啊伫后台就精彩啊！大家拢唔认输嘛，搁伫遐比向上落安尼，结果就伫遐花啊！差1分，搁伫遐计较咯！落尾讲也无准算啦，大家拢穿关大嘛，安尼变哪比？有个人3寸，有个人3寸半，安尼无公平。结果寸的嘞，对啊，然后呢，他们6个就站一排，说邓总你发号施令，我说预备，向前看去，向前看，准备预备脱鞋，直接腾落来，6个哐当，冻掉，迄band都冻掉菜啊，这样。啊，迄摆楼安尼，怎啊下落来安尼哦？好像楼房忽然间啊，塌下去。那个石牌那个楼房，4楼变2楼，啪！无安尼啊恐怖啦，我来讲。啊，这你几个是你上 A 吼？什么我上 A？你安尼都唔对啊！有眼不识泰山，结果阮遮比起来歹势，我上落卡。说偌好，这落卡魂啊！啊，若真正 A 就白冰冰，哎呦有够 A 啦！A 个是安尼无写无死安尼，讲出来是。后壁咧，学人的话话爽的安尼吼，后壁讲人的歹话啊，真正大家拢快乐安尼。是啊，A 啊，你嫌 A 啊，就是伫遮啦。A 啊，你 A，啊是第二，减你这啦，啊是第二，去放尿加饭一饭客啦，啊放海嘛是一点。人 A 就是开始计较，那落卡那个没计较。我说诸葛亮先生啊，您对陈小云啊，真的他算是对你的人生也有影响，对。上次你记不记得？咱连去到法医拢听到伊的歌，歌唱到法医去，你会记得无？有啦，有啦。迄天伊就讲无要斗阵啊，讲叫我也陪伊去，安尼讲要转因仔嘛。我算证人嘛。法官说买啦，卖分开啦，爱好好啊。伊讲不爱，要来跳伞，绝对无好好的。法官当场放你的歌，
不如卖色衫。好听啊！安怎唱？也在教堂边，愈想愈喜爱，也要当了解。法院的离婚的歌假有关系。啊，你就是歌听了唔得当音啊！恁别是听了回回，我当时嫌你法院，就是安尼讲，有可能嘅代志。陈小云的歌逐地都好听。哦，这真正替咱这台湾人有出一口气，出一口气啊！嘿，这AI哦，尤其是伊卖歌，讲 AI 啦，哥哥，细细粒子的啦，细粒子的，细粒子的，高追啦，高追啦，追啦。这歌编曲有唱到冷暖，歌词有感情。吼。啊，要唱伊的歌的人，歌是好学，但是要学到像陈小云这种冷暖的灯乐角吼，这是无可能，这是实在。最近听说得奖嘛？哎，这种迄个叫做什么会？金曲奖最佳方言，最佳方言唱人。哎呦，哪一首歌是代表？爱情恰恰。哦，爱情恰恰啦，爱情恰恰啦，是不是？要个一个。听说高雄市政府要发给你奖状，为什么呢？迄个相逢后壁高，为什么？对啦，这地市府后壁，这地甲这市政府后壁有关系啦。有关系。你相逢后壁高啊，后壁高市政府后壁遐拄迄种景啊，啊拄个景啊，啊，那相逢后壁就是煮迄条高啊。叫做相逢后壁高，恁看好歌名都唔知影厉害关呢。最近吴敦义市长讲，若有一天哦，陈小云来高雄表演的时阵，伊亲亲要献了这后壁高的奖互你。伊的歌逐地都有够唱，尤其酒啊，这个酒啊，哦，伊唱了上好，背重影，嘿，背重影，啊，个啥物？来，爱情的酒啊，拢有啦，这内底拢有酒味的啦。哦，背重影随传出来安尼，来主唱的徛中啊吼，这地你的歌对不对？这摆歌啊，好好啊唱一地吼，互你知影讲主唱真厉害哦，你这是我无梦。点解唔是？国语的啊，国语的，来，甲对好嘞，好来，背重影，哎。欢喜来饮烧酒，面带红，温馨就是杯中付出不你一人。是酒醉好了酒啦，一杯喝一杯我无妨，女儿一杯喝一杯我不忙，明知一切无希望，为你流乱，烧酒越喝心越烦。将你是爱，我够海听的啦，哦，你给我真笑的哥哥，那个真笑的，是我要互恁知，因为安怎别地歌我无爱敬，我走去甲伊敬一地歌，这地歌这要唱国语的，这毋是简单。哎呦，够歹唱的啦！这是你还阁无考到呢，含倚天都跌到呢。这边有一大个。真正倚天来，我向王讲你足情，你拢唱国语的足情。甲恁爸唱台语的，伊变过，哦，别变面呢，真正要变面呢。你还阁有我多人迄落的呢，我又无甲伊通知的呢。你即摆是唱啥？唱这什么话？这应该憨嘛，是不是公公嘛？憨嘛。这国语就爱读锤，推嘛。国语爱读锤，安尼唔错对。那一句最难念啊，干式酒醉，快眠梦。快眠梦。那台语歌甲国语的那会歹听哦。对，啊，这要互这外省人，啊，甲互人爱唱国语的人了解，讲台语歌总共是有几音，所以唱台语歌唱甲会红起来，这是一件困难的代志。你知唔知？台语音太侪音嘛。因为我台湾人，所以人讲叫我国语讲的标准，啊都袂标准，你是要安怎面？唔免啦，你若台语讲的标准就足好呀。对啊。免讲国语啦。我台语袂标准，我好人去死啊，对不对？袂歹，即摆刷入去，赶紧的，搁来继续唱，唱你即摆一块歌，即摆当咧唱，叫做市政府后壁高，我们相逢后壁高，相逢后壁高，来拍鼓啊，鼓励者。谢谢。
后壁，有饮加水草上人，就阮一人，茫茫啊在等候，日子一天一天过，阮嘛青青啊，就是无你上后壁。乱草草，人若问阮为何踮门口，在笑我头着记早。过去啊过去，是上约后壁，有饮到水草上人，就阮一人。